第13集回信。服务台连续放送3-4摆，宝钗阿嬷等几步，等甲煲拢软去啊，犹原无拖汤的消息。电风看看洗头，坐伫咧藤椅的阿嬷，甲日记纸的角吹起来。好心的服务人员拿饭茶，佮甲阿嬷掠铃，互伊较轻松咧。问讲，若无，咱来报警察。宝钗阿嬷随徛起来，应讲：这个狗屎囡仔伫田庄定定选出去，汤车骹一百溜溜去，要活暗才转来。小等下吼，我过来找看卖，都毋信找无啦。陪书姑母行路，阿嬷的尻川斗动缓缓，骹步刷一个刷一个，软过庙门，来到泥池骹，暗头仔的面向。夕阳袂输去互六甲线高高的高两人，红霞满天。阿嬷含拖汤看到的，是共一片天。鬼王伤摇摆，规个打鸟的天顶去互烧甲红滚滚。拖汤越头看到开江圣王插过，开大尊王揽胸，下落提点涂骹，用后骹绕到好门热热咧，无男无女。后一关，咱着爱去问大将爷，共款有鬼王伫咧顶，吊好骊山的价值袂当阁用啊！若放送惊会漏摄天机，阁有啥物法度啊？拖汤真无奈。你是勇敢挂电费的拖汤小英雄，怎会变无步？哈罗甲客，我收着阿嬷。哦，你会惊吼？想要选，无想要破关的是吗？无啦，我阁想着阿嬷讲过的话，伊讲骹手毋免坐，下用才是款。即马咱该来找家私。就伫这个时阵，一条清凉的风迎过，迄是拄则观音现身的时阵偷走出来的，号做莫非一条风。关伫葡萄园内底想无聊，莫非一条风走出来踅踅咧，踅过服务台，甲日字的纸角仔掀起来，拖汤眼着白白无印字的后壁面。对啦，咱来写批。拖汤随讲随理一张日记纸落来，讲7月23就要过啊，用要无时间啊！来，咱写批来问大将爷。伫遮借问，借问朱新尊有谁会晓写字的？拖汤问，互我来。开江圣王等员工甲手比起来，讲：是我将汉字传至江地，完成此历史任务。来，按基本来，耳来抹目，纸铺好白。接到命令。虎信、虎义将军骹手美丽，随甲圣王的册刀仔拎过来，书童手银目条，天瓜水点目盘，晕晕啊磨，磨甲目膏乌闪闪。圣王坐正正，手举毛笔去晕目，纸蹙好平，晕晕啊写批。大将爷大感。圣王的汉文写甲有条有段。字骨细正，甲代志头尾讲互透漏，将其尾刻名。但员工敬客。因若顿好势，交互拖汤。有路阁交工，甘心啦！拖汤讲，毋是写字尔，爱寄到位啦。哈罗甲吐槽，我早就想好啊，免烦恼。拖汤老神在在，对开大尊王定心讲：尊王，劳烦甲迄粒挽落来。是倒一粒？定心讲问，就是吊伫牛仔角，吊敢若花拿迄粒啊。拖汤讲：哦，你是讲花拿？我来。定心讲行来花拿一骹，准电火珠仔迄款式，甲准落来。拖汤甲皮纸凹做细细一角，落入去花篮内底，讲：
有请尊王开球。哈哈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啊，这是限时批，互我来寄去大将爷遐，请甲门拍开。郑成功真将才，手举悬悬，身躯徛坦直，甲火拿举悬悬，学野球的倒球屈势，一个顿地，倒骹滑大步，摊起身，腰的重箍扭落去，用规个金身的力头，甲火拿这粒球牵出去，庙门随拍开，服侍大将爷的福安寺遐写起。得球，这是上灵城的快速球。大汤拳头舞低咧，用钦佩的双眼去看郑成功，郑成功嘛真满意，又一个弓箭大声喊。水啦！花拿手一个，就到福安寺庙口。不妙，鬼王眼着，连面牙机也攻落去，砰一声，相公正正着花拿，随来爆炸。啊，闹开啊！去用讲安打。下落掉白目，郑成功人真硬气，唔甘愿，请陈员工再写一张批，落入去花拿，喙齿筋夹落去。即届力头会搁较饱，定定会拍破新明界的球速纪录。第二球，郑成功按石路头前开始冲，冲到庙门要到后顶迄搭，牵手榴弹迄款，花拿击出去，钻过新明界的空间，后尾出火金车，一声就到福安寺庙顶，砰！一届鬼王阿达里花拿去互讲一个嘴炎炎。哇，八家去用讲红不让啊！讲到遐差铁花道下落第一名，郑成功刚气，气甲落窜。得球去互廖准准，吹球速无效。准王，咱爱改变球路。大汤建议，你是咧讲改换变化球？郑成功应，伫弄上袂通，咱爱来转弯世角。无伟大投手是安怎来的？大汤来鼓舞郑成功。好，咱着换手路，是要改变落球的美角，或者是牵球的屈势。郑成功问，拢免，咱来跋杯就好。杯是月台形的，会转弯世角。大汤就去三这道顶头的杯，甲杯绑伫顶头，溜溜啊撇出去。郑成功升起来，轻靠啊轻靠，镜头啊跌出去，杯就飞出去呀。鬼王看一个影，想都无想，就用机仔讲无杯。相公真凶公，目标无找着，煞来灭去，一好球。鬼王机仔佫讲，杯分做两边，扫去福安寺内底，无讲着两好球。入庙的杯随口撇出来，两块杯夹做一个太极，一笑一拍，半乌半白，袂输甘露拍裤啊！踮大鸟的街仔路，踅咧踅咧踅转去大寺爷庙。鬼王看甲目睭花，鸡仔乌白讲，向光乱射，砰一声，佫灭去啊！哈哈，鬼王三进出局。大汤欢喜甲跳起来。